妈妈，安那？我若想要做诶代志，会互别人感觉足麻烦，也是讲知影会失败，是毋是搁轻莫开始就好？我嘛毋知呢。你毋是大人，啊，毋是讲大人就啥物拢爱知啊。我再讲，你着爱试过了，你才有资格讲即款话啊。我感觉你安尼讲诶时阵足水气。敢有？伊是我定下第一载的人客啦，叫做佳佳哈。你是讲伊家己叫有无？伊妈妈，伊几岁？是做啥物头路？你会当伫遮问我？恁咧交往哦？你放心啦，无安怎啦。圣诞节我刚会当回去。